年又3年，道义放两旁，理智摆中间。苏强，我对唱的首歌烦都烦死你。凡事卖言咯，一首歌係李宗盛唱的嘛。唱的李宗盛啊，教我们个丢普通人，接 PTR 哦。哈，你有條字啊？寫得幾多？冇幾多啫，1000的嘛。哎呀，接 PTR 翻譯喊做救普通人。馬來話jaga jangan pergi Tanjung Rambutan。你冇個意思哦。小心啲風言煙啊！接 PTR 咧客家話叫做扎半啲淚。咩半啲淚啊？我搬開1000啊！1000好容易減咗嚟嘅。你搬咗嚟啊？咩係本兒嗱？尋日包住咪咧，你太講條咗那1000條，你肯嘅你太講幾咁錢？太應該10條啊！哇！800條